来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根据呢这个卫福部的统计，国内青少年去得淋病的个案是逐档拢在增加，尤其15岁到19岁，在过去12档来已经增加7倍。国教行动联盟是来呼吁卫福部应该得来赶紧研究青少年性病防治计划，也那意思是来警告讲，若准延误治疗，可能是会破坏生殖功能。随时代改变，性观念开放，性行为年龄层下降，造成性病的感染年纪也第二降，尤其青少年感染淋病的比例数，在过去12年增加7倍。国教行动联盟13发出建言，呼吁卫福部要有责任，赶紧提出有效防治策略，搁做好数据监测甲危机警示。青少年在于这些筛检的部分，我们相信都还蛮多的黑数存在。那应该要主动提估具保护隐私方面的一个筛检过程。根据卫福部统计，国内青少年淋病感染案例逐年提升，其中15到19岁族群的感染人数为2012年的137例，增加到2023年的979例，相当每10万人都有50.34人感染。对此，医师警告，临床发现不少青少年为着病了后，唔敢甲父母讲，唔敢就医。那延误治疗，男性女性拢可能破坏生殖功能，出现被洗被买、家当招惊化现象。经由性行为传染所以不是只有男生有，女生也会有。那如果得了病不知道，长期不治疗下来，可能就会产生像男生的话会尿道狭窄，甚至会造成副睾发炎，会造成不孕症。这些相关的资讯，我们都会提供给教育部、国高中、大学的一个甚至小学的一个老师或是校护呢，来一起来推广相关的一些预防的一个概念。疾管署强调，会继续甲教育部等跨部会合作，强化医疗院所人民同步治疗甲卫教。教育部也回应表示，为了提升健康教育，专长教师聘用会提升专长就课比率纳入一般性补助款考核指标，可透过补助各种增加能力经费，协助学校补助各领域所需要的师资，提升专长授课比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